阿母，阮转来啊！啊，恁去庙口细夜市转来，大家喙笑目笑，敢是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？嘛讲来听看卖咧。阿母，今仔日是3月23妈祖生，信众下下定定来到妈祖间来替妈祖婆接受，大家真正是足欢喜的。今仔日是妈祖生，这我知，毋过哪会去遐尼啊久？阿母，毋若是安尼呢？庙门内外社神的花篮花果满尽是，听讲顶头是自透早开始，一直人到阴暗时。锣鼓喧天是咱要表达的敬意啊！鼓吹分甲滴答滴，炮啊烟火放袂离，而且还有我的戏班伫咧庙埕播歌仔戏。今仔日实在是有够热闹，搁趣味，别位无得比啊！是啊，因为着想要看歌戏，现场虽然是无通来坐椅，毋过嘛是心甘情愿乖乖徛伫戏棚骹看戏，拢无惹代志啊。哎哟喂啊！妈祖婆有灵舍，竟然互恁即两只前堂变乖哦！阿母，阮本来就拢真乖，戏台顶面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，演员伫咧唱歌看戏，实在亲像 KTV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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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心骑白马啊，走山关，改换所以回中原。我唱了，问讲因唱的敢是老师教过的7字啊？哦，阿弟啊，安尼一讲吼，边仔的阿伯乌鲁讲伊的戏腔实在是亲像顺风耳，听无三句就知影台顶是咧唱啥物。我啊，看甲散场是哪行哪唱迄个心骑白马跟转去，想我转去，后母是会正生气。哦，原来是歌戏，看了惊人骂，才想着我即个苦守寒窑王宝钏咯。庙埕伫咧搬歌戏，哪会拢无甲半个报马仔走过来通知？恁安尼敢袂伤无人情味？阿母，莫安尼讲啦，明仔还阁有搬八仙过海，我才阁陪你来去，毋免惊看无啦。我干那爱王宝钏含四品贵，别项的拢无介意。恁若遐尼爱看，免当甲明仔载，我即马着搁现搬另外一出，我嘛足介意歌戏，互恁知。哪会遮尔好？阿母，你是要搬倒一出互阮看？恁想要看八仙过海，我着来一个范丽花移山倒海，互恁即几个是要哭无目屎。喂，你毋是真正要搬戏，是安尼想空想芳要来甲阮创治，先煞来一盘滴顺炒肉丝，即出阮大家也是莫看，赶紧走来咪。走哪里去？对，